我呢其实扮个帅哥啊，我在台上演小生的啊，看我这打扮大家就都知道了啊，很率性。今天呢，我想为大家演唱一段《红楼梦》电影，大家知道吗？啊，因为这《红楼梦》哈红遍大江南北，对吧？那么我特别有幸，就是在去年的那个千年之约峰会上，演唱了一段《天上掉下个林妹妹》。那么今天呢，我演贾宝玉，我要现场抓一个林妹妹，抓一个林点好，我点好，我点下来，这样吗？这样哈，像我们的林妹妹，来，像合唱一段啊，我们互动一下啊。好的。然后我这里有伴奏。